Hello， 又係舞動簽型全解碼嘅時間啦！喺我身邊咧，繼續有簽型專家 Tina Chan 嘅喎，歡迎晒你。Hello，Tina， 我想問下你咧，其實咧以舞動嚟簽型咧，對於唔同年齡嘅人咧，嗰個效果咧係咪有所唔同嘅咧？嗱，講到年齡同埋簽型嘅關係咧，一般人咧都會有一個諗法㗎，咁就係年紀越大咧就會越難減。喺理論上，由於新陳代謝減慢咧，呢個講法都會有啲道理㗎。不過其實年紀越大咧都有方法減嘅。我處理過好多實證嘅 case， 好多都係 over 40歲以上㗎啦。咁只要咧有專業嘅指導，都可以減得好好㗎。咁當然啦，喺設計比較激烈舞步嘅時間，我哋先評估咗學員嘅體能狀況同埋佢嘅實際需要先啦。又重溫一下姜惠芳嘅實證片段先啦。睇翻姜惠芳嘅 case 啊，佢係年齡 over 40歲嘅媽咪 ，BMR 咧有需要改善，而整體嘅肥胖問題咧都算嚴重㗎。咁尤其是下圍同埋腰團都水腫得好過分，我哋咧建議佢跳 Kundalini 嘅舞步咧嚟改善 BMR。另外咧可以減少 hip hop 同埋 chakra， 重點咧加入多啲 easy belly 嘅元素，等佢有翻條腰，增加女性魅力。學咗簽型舞步之後咧，真係即時變翻咗一個靚媽咪喎。咁 Tina 可唔可以再一次咧為我哋介紹一下咧最新簽型舞步嘅發展趨勢咧？當然 OK 啦。其實我哋最新研究嘅簽型舞步咧，就係可以學齊4種簽型舞步嘅優點。今次先同大家詳細啲介紹其中嘅 Easy Belly 舞步啦。而家 Dancer 示範嘅咧就係 Easy Belly 啦，具有一個收緊作用，專門針對肚部、hip 部嘅線條，改善肌肉鬆弛，特別適合體重120磅以下嘅女士，或者啱啱生完 BB 2至6個月嘅媽咪，可以改善孕婦喺生育後嘅線條問題㗎。我覺得跳舞嚟減肥都好有效嘅，成日做咁樣喐動身體嘅每一個部分，咁應該會係幾達到呢個修身。我覺得用跳舞嚟減肥都應該 work 嘅，應該得嘅。收腰咯，有晒個線拉翻個線喺度咯。腰部啦，因為佢哋腰部嘅扭動得好好咯，我覺得。佢按得都幾，即係個動作幾到位。個舞蹈令到成身都可以減得個線條好均勻。跳舞係減得 OK。如果有都可以試下嘅。